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2月1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0篇第1节到第7节，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，希伯来书第10章第10节到1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新约。昨天新眼光读经的经文是罗马书第7章第1节到第6节，谈到了律法与称义的概念。保罗以新郎与新娘的婚约作为比喻，谈到了如果新郎他死了，新娘就不在法律的约束底下，就可以得到自由。强调人因为相信就与耶稣基督同死，而得到灵性的自由，得到新的生命，与基督立了新的约。先知耶利米谈到了日子将到，他预言将来的犹太人要得到解放，能够与上帝重新立约，因为他们之前毁了约，成为不忠心的人民，因而被掳。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记载说，上主说，时候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订立新的约。我亲手领他们的祖先出埃及以后，曾经与他们立约，我是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破坏了这约。新的约和这旧的约不同，我要与以色列人民订立新约是这样的，我要把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里面，刻在他们的心板上，我要做他们的上帝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不再教导邻人同胞说要认识上帝，因为全国上下都认识我。我要赦免他们的罪，不再记住他们的过犯。我上主就这样宣布了。上帝告诉耶利米说道，将要与犹太人重新立约。不但如此，更将法律放在他们的心中。耶稣基督的教导提到说，他来不是为了要毁灭律法，反倒是要成全律法。这个意思是相同的。希伯来书谈到耶稣基督，他实行了上帝的旨意，就是要让他的献祭能够一次成就，成为世人的救赎。凡是接受的人，就必要在生命上得到赦罪之恩。接着，基督与上帝重新立约。希伯来书第10章第10节到18节，耶稣基督遵行了上帝的旨意，献上自己的身体，一举而尽全功，使我们能够圣化归主。犹太的祭司天天站着侍奉上帝，多次献上同样的祭物，可是这些祭物永远不能替人除罪。但是基督献上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，然后就坐在上帝的右边，在那里等着上帝使他的敌人屈服在他的脚下。
他一次的牺牲，使那一些圣化归主的人永远成为完全。圣灵也曾经对我们作证。首先他说，上主这样说，在往后的日子，我要与他们立这样的约，我要把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心坎上，写在他们的头脑里。也接着说，我不再记住他们的罪恶和过犯。所以既然这些罪得到宽赦，再也不需要赎罪的祭物了。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人们，将能够升华归主，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，进入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赐下的新约。因为上帝也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、圣灵的同在，将法律刻在人们的心坎上，写在人们的脑子里面。诗篇80篇第1节到第7节，以色列的牧者啊，你领约瑟的后代，如领羊群一样。求你垂听我们，坐在基路伯宝座上的主啊，求你发出光来，在以法莲、便雅悯、马拿西面前，我求你彰显你的大能，求你来救我们。上帝啊，求你复兴我们，求你显示慈爱，我们就能够得救。求你来救我们。上帝啊，求你复兴我们，求你显示慈爱，我们就能够得救。主上帝万军的统帅啊，你不满你的子民的祷告要到几时呢？你使拿眼泪当饭吃，给我们喝一大杯的泪水。你让邻国在我们的领土上征战，我们的仇敌任意愚弄我们。上帝万军的统帅啊，求你复兴我们，求你显示慈爱，我们就能够得救。谢谢慈悲的上帝的恩典，使我们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牺牲献祭，得到永恒的救恩，并且能够领受主所立的新约，成为新约之子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时刻的想起你的律例，谨守与你的新约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